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南投一集的大众夜庙，有一首这个鸟头鸟，有人讲是暗光鸟的家族啊来做秀，这是真轰动。这个鸟爸爸、鸟妈妈，甲三只鸟仔囝可爱的模样，是有真侪民众翕相间记录。啊，这个大众夜庙的管委会最近发出着征调令，要拜托翕相的高手提供着鸟头鸟的相片，这个庙方要用来做每年的月帖来纪念。 有乡亲专工要来看古锥的鸟头鸟，一日到现场才知讲已经离开啊。虽然有淡薄仔失望，也不过看到相片，共款学老讲真正是有够古锥。对啊，特地来看猫头鹰的啊，结果呢？结果说今天凌晨飞走了，看不到了。那3只的小菱角象哈，都已经离巢了哈，已经学会了飞行，离开了我们的大众爷庙的这边的树穴。 今年这对鸟头鸟生3只囝，就入大众爷庙，欢喜迎接新生命来临，所以讲计划要找较水的相片，要来做明年的月令。一直来到这边的鸟友们啊，或摄影师哈，可以把你们的有自信的作品好来做一个相关的投稿征件。今年顺利生这3只囝，和就入大众爷庙庙方人员共款真欢喜，所以希望大家踊跃的投稿来制作明年月令。